嚟嘅喎。咁其實咧，佢係以車公廟為呢個主題之外咧，亦都配合咗一個巨型嘅鑼鼓做裝飾嘅。咁鼓上面咧就用咗沙田嘅景色嚟點綴㗎。Winnie 啊，逢係過年過節咧，有好多市民中意車公廟嗰度話轉下運啊，咁你有冇啊？我冇啊！我呢幾年運氣都幾好啊！你話要轉運先至去轉㗎嘛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咁係。咁你有冇諗住去啊？今年我都會去打下鼓啊，轉下啦，更上一層樓咁啦，希望轉下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見到咧另一個團體啦，就係呢一個香港城市藝術中心嘅團體啊。咁佢哋表演嘅項目咧就係百花盛放迎新春啊，係傳統嘅中國舞蹈嚟嘅。咁啊，出動咗人數咧大概40人啦。服飾方面咧有鮮花啊、蝴蝶啊、小鳥啊、蜜蜂等等嘅不同造型喎。咁我哋亦都咧見到一啲小蝴蝶仔啊，有啲小蜜蜂啊，有40位小朋友咧一齊參與今次嘅呢一個巡遊會。咁佢哋今次表演呢一個舞蹈嘅主題咧，就希望表現出春臨大地、萬物生機嘅蓬勃嘅景象嚇。香港城市藝術中心咧參與好多咧社區嘅慈善表演啦，亦都曾經協助咧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籌組好多大型嘅文化節目嘅。